我們住那房子，怎會那麼簡陋？同學也有的東西，只得我沒有很走，就連他的私家車也太殘舊。200尺的家，一家6口，空間不夠，我寧願在廚房為會考加油奮鬥。橫豎每晚歡樂今宵，講再會了很久，小客廳方可給我睡覺。然後終於我自由，努力前進，想衝到前頭。然後像什麼都有，直至我攜着我孩子的手，常記起在我小時候，第一次放開手，學校門前看爸爸背影，我哭得不會收。在許多年後，最後一次放手，在病床前看爸爸專有的笑容內疚。然後終於我自由，努力前進，想衝到前頭。然後像什麼都有，直至我攜着我孩子的手，常記起在我小時候，第一次放開手，學校門前看爸爸背影，我哭得不會收。在許多年後，最後一次放手，在病床前看爸爸專有的笑容內疚。永遠我都記得爸爸寫字多清秀，我每逢犯了錯，他一切也都接受，從未試過給他高歌，他最熟那一首，一生何求。我的爸爸，最富有。我需要一張紙巾。